第20分鐘，德國出現致命失誤，獲得單刀機會嘅希古恩已經睇到定離射，但係結果連龍門框都唔中啊！呢球真係太過浪費啦！慢鏡可見德國後衛根本未翻得切嚟，其實冷靜啲推多步入禁區先射都大把時間，或者希古恩係太驚紐亞嘅出迎，又或者只係單純太過緊張啦。不過無論咩原因都好，呢球真係預咗俾人講足一世啊！歡迎翻嚟 LF90，我係歐波叔。喺足球嘅世界入面，無論係幾強大嘅球隊，都總會有某啲對手令佢哋寸步難行。例如90年代嘅意大利黑星法國，又或者千禧年代荷蘭嘅黑星葡萄牙等等。站喺輸多贏少嗰隊嘅角度嚟睇，呢種黑星關係，除咗有球技戰術嘅原因之外，更多或者係被心理壓力影響咗臨場發揮，結果應該入嘅波入唔到，越急越亂之下，最後又輸一場。今日要同大家重溫嘅2014世界盃決賽，由阿根廷對上德國嘅復仇戰，相信就係最好嘅例子啦。呢場波除咗結局夠晒經典之外，仲令到某位球員被千夫所指，至今仍然被唔少球迷記住。所講嘅球員係邊位，同埋當中嘅細節，你哋仲記唔記得呢？時間翻到去12年前嘅2014巴西世界盃，喺經過1個月嘅激戰之後，決賽戲碼塵埃落定，將會由德國同阿根廷兩支傳統勁旅爭奪冠軍。先講下德國呢邊，由名帥路維領軍，當屆佢哋嘅表現堪稱完美，晉級之路極具說服力。小組賽首輪4球大炒葡萄牙取得開門紅，然後以2勝1和嘅不敗姿態順利出線。入到淘汰賽16強同8強分別面對阿爾及利亞同埋法國，呢部日耳曼戰車都冇被對手減慢腳步，一直長驅直進殺入4強。不過由於4強嘅對手係東道主巴西，所以原本睇好德國嘅球迷賽前都唔敢太過自信，反而驚球隊隨時會喺呢場波後告別世界盃。但結果4強德國以7-1血洗巴西，將森巴兵團嘅防線蹂躪到體無完膚。呢場大勝唔止震撼全球，亦都令德國成為奪冠嘅最大熱門。當時巴西嘅球迷心情就最忐忑啦，因為正常嚟講應該希望呢支血洗自己嘅球隊喺決賽輸波啦，但係德國決賽嘅對手正是巴西嘅百年宿敵阿根廷。愛好藍白軍團由主帥沙比拿率領嘅阿根廷晉級之路相比起德國就驚險得多啦。雖然小組賽3戰全勝，但仔細睇嘅話會發現每場波都唔係一面倒嘅形勢，而且入到淘汰賽之後，阿根廷更加舉步維艱。16強靠迪馬利亞加時絕殺瑞士，8強只係1球小勝比利時，然後喺4強更加要同荷蘭激戰到互射12碼階段先至驚險晉級。喺連番苦戰之下，唔止球員體力消耗遠比德國大，就連陣中主力核心嘅迪馬利亞都喺4強意外受傷，確定無緣決賽。所有嘅壓力自然就落咗喺隊長美斯身上啦。翻查往績，世界盃最近4次同德國交手，阿根廷只得1勝3負，處於劣勢。當中1990年喺決賽被德國擊敗，絕對係球隊永遠嘅痛。後來06同10兩屆世界盃，阿根廷同德國都喺8強度交過手，但係2次都被對手淘汰出局，絕對稱得上係球隊近年嘅黑星。時隔24年之後，兩隊今日再次喺決賽會面，到底係德國保持強勢到底，可以直接捧走獎盃，定係美斯可以帶領阿根廷完成復仇，同時加冕登基做球王呢？我哋即刻返現場睇睇。陣容方面，德國由領隊路維排出當屆慣用嘅4-2-3-1陣式，門將係江門紐亞，一隊中堅由曉姆斯拍檔謝路美保定出任，而左右兩閘分別係後衛達斯同埋隊長拿姆。中場方面，由於主力球員基迪拉喺熱身嘅時候意外傷出，德國唯有用卡拉馬臨時頂上，同舒韋恩史迪加拍檔踢雙防中。至於進攻組織方面，分別有奧斯爾、卻奧斯同埋托馬士梅拿3位教炮。最後前場單箭頭，仲有啱啱破咗世界盃入球紀錄嘅傳奇名將高路斯。至於阿根廷呢邊，領隊沙比拿今場決定採用4-4-2陣式，門將係羅美路，4個後防由左至右分別係洛河、加雷、迪米哲利斯同埋薩巴列達。中場方面有馬斯卓蘭奴、火拍碧基亞踢雙防中，而主責進攻嘅左右兩翼分別係拿維斯同埋佩雷斯。最後入唔入到波，食粥食飯要睇嘅雙箭頭組合，除咗有隊長美斯之外，仲有大家都好熟悉嘅希古恩。雙方球員圍埋中圈，由白色波衫嘅德國首先開波，比賽正式開始。第3分鐘，阿根廷率先搶攻，希古恩嘅射門雖然考驗唔到紐亞，但係氣勢上已經幫阿根廷先聲奪人。轉個頭，美斯喺邊路話過就過，壓落底線嘅回傳極具威脅，可惜禁區入面並冇隊友接應。
其實唔止呢球，開場早段阿根廷嘅右路攻勢一浪接一浪，只係每次都冇人把握到機會完成射門。第20分鐘，德國出現致命失誤，獲得單刀機會嘅希古恩已經睇到定離射，但係結果連龍門框都唔中啊！呢球真係太過浪費啦！慢鏡可見德國後衛根本未翻得切嚟，其實冷靜啲推多步入禁區先射都大把時間，或者希古恩係太驚紐亞嘅出迎，又或者只係單純太過緊張啦。不過無論咩原因都好，呢球真係預咗俾人講足一世啊！第29分鐘，拿維斯橫傳入禁區，希古恩諗住可以將功補過啦，但係慶祝咗唔夠2秒就發現，原來龐正已經舉旗表示越位在先啊！慢鏡睇呢球的確越咗唔止一個身位，龐正嘅判斷並冇任何問題。上半場去到第36分鐘，喺卡拉馬因傷退下火線之後，作出換人調動嘅德國終於有翻啲起色。後備入替嘅舒爾尼好快就同隊友完成咗一球高水準嘅射門。隨後一段時間，阿根廷同德國展開咗激烈嘅對攻，唔夠防守球員用嘅德國決定以攻代守，反而出嚟嘅效果仲更加好。當屆如果論進攻能力嘅話，其實炒到巴西7球嘅德國真係唔會比阿根廷差得幾多。補時階段，卻奧斯開出角球，後衛迪斯衝頂中柱彈出，呢位左閘球員只係差少少就可以協助德國取得領先啦。雖然梅拿都有補射機會，不過就算入咗都冇用啦，因為見到龐正已經高舉咗越位旗。喺呢個攻勢之後，上半場嘅比賽正式結束。阿根廷喺早段佔盡優勢，但係始終同入球有緣無分。相反，德國喺尾段站穩陣腳之後，反而變成攻勢更加到肉嘅一方。今場波嘅勝負，睇嚟兩隊仲會有排鬥啦。喺繼續收睇之前，希望可以先俾個 like 同埋撳個訂閱。如果想睇新片預告同埋更多足球資訊嘅，就記得 follow 埋 LF90嘅 IG 啦。中場時候，阿根廷決定收起拿維斯，換入阿古路加強攻力。或者德國一時之間未適應到呢個換人調動，下半場開始冇幾耐，防線就出現咗漏洞，被美斯起腳射門。慢鏡睇呢球真係差一個波位左右咋。繼上半場希古恩球單刀之後，阿根廷再次錯失入球嘅大好機會。第56分鐘，希古恩喺右路被出迎嘅紐亞連消帶打，撞到瞓咗喺度。雖然睇見都覺得痛，不過呢球紐亞清脆利落打走咗個波在先，所以球證都冇任何嘅表示。其實如果呢球希古恩早一步主動去迎波，攞住球權嘅話，紐亞掂到佢就肯定會構成犯規。只係今日嘅希古恩，無論射門定係身體動作都比較遲鈍，結果今次仲差啲整傷埋自己啊！隨後比賽陷入咗膠着狀態，成個下半場幾乎變成咗體能嘅消耗戰。不過呢段時間對於勝負嚟講其實非常關鍵，因為對於一直主動搶攻嘅阿根廷嚟講，每次進攻嘅失敗除咗會消耗體力之外，亦都非常影響佢哋嘅心理壓力。而且阿根廷仲有一個問題存在，就係美斯、希古恩同埋中場換入嚟嘅阿古路3位都唔係會積極回防嘅球員，所以阿根廷嘅中後場隨住體能下降，除咗開始抵擋唔住德國嘅反擊之外，亦都送唔到個波上前助攻，結果場上形勢開始慢慢咁向住德國呢邊傾斜。第81分鐘，冇晒防守壓力嘅南姆都開始後上助攻，卻奧斯接應回傳施展招牌殺着，可惜今次嘅趟射角度攞得太多，結果偏離龍門出界。第87分鐘，德國將36歲嘅高路斯收起，換入體力充沛嘅國斯繼續衝擊阿根廷後防。呢個調動將會成為今場波嘅勝負關鍵。冇幾耐，0-0嘅比分維持到完場，雙方唯有進入30分鐘嘅加時賽再分勝負。現場鏡頭分別影住兩隊嘅休息情況，其實望住雙方球員嘅表情，呢個時候已經睇到阿根廷班球員嘅體能明顯不及德國啦。摘完公字，雙方球員再次圍埋喺中圈，加時賽正式開始。知你唔夠氣，德國先唔同你拖慢嚟踢，一開波舒爾尼就喺禁區施展勁射，喺羅美路同埋一班後防嘅努力抵抗下，阿根廷總算係驚險解圍。第96分鐘，後備入替嘅帕拉斯奧有個黃金機會，不過喺紐亞嘅鋒位壓力下，佢選擇粒射，結果唔中目標。雖然今場幾次險球紐亞都冇掂到個波，但係果斷出迎嘅壓迫感，絕對影響咗阿根廷前鋒嘅處理方式。呢種技能或者就係優秀國門先有嘅自帶氣場啦。加時下半場，雙方換邊再戰。第112分鐘，舒爾尼大波強行傳中，國斯心口一控一射，個波直飛遠處入網，1-0。德國終於喺加時尾段入球打破僵局。雖然呢球只係國斯當屆賽事嘅第2個入球，但係見到連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都企起身拍晒手，你就知道呢球嘅價值到底有幾高啦。由於比賽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呢個入球隨時都會係今場比賽嘅致勝一球啊！
重新開波之後，阿根廷別無他選，全軍壓上爭取攀平比分。不過多次嘗試嘅結果都係無功而還，現場嘅阿根廷球迷亦都開始逐漸失去面部表情。進入最後補時階段，阿根廷喺禁區遠處搏到一個罰球，肩負起阿根廷最後希望嘅美斯，結果喺壓力之下射門完全偏離目標，球迷渴望嘅奇蹟並冇發生。最終120分鐘嘅賽事全部踢完，德國憑住國師一戰定江山，以1-0擊敗阿根廷，順利奪得2014世界盃嘅冠軍寶座。24年前，阿根廷由於瘋之子肯尼基亞停賽缺席，馬拉多拿獨力攔枝，結果不敵西德。24年後歷史重演，冇咗迪馬利亞呢位最佳拍檔，今日美斯同樣變得孤立無援，最終未能帶領國家喺南美洲嘅土地上封王，留低咗美斯生涯早期嘅最大遺憾。縱觀成場波，阿根廷嘅入球機會其實同德國相比並冇少幾多，哪怕只係把握到其中一個，勝負結果或者已經有所不同。記得係片頭提到嗰位被千夫所指嘅球員嗎？冇錯，佢就係上半場單刀射咗出界嘅希古恩啦。如果阿根廷係全場挨打，最後輸波都冇辦法，但偏偏今次係人為失誤，將黃金機會一腳射走。喺當時群情洶湧嘅氣氛下，希古恩自然就做咗代罪羔羊啦。而且有14年世界盃嘅慘劇都未夠，後來阿根廷雖然喺15同16年嘅美洲盃都成功闖入決賽，但結果全部飲恨落敗。而備受關注嘅希古恩繼續行衰運，喺呢兩場美洲盃決賽都有上陣，而且再次連番失機。雖然犯錯個個球員都會，輸波從來都唔應該係單一球員嘅責任。不過當犯錯出現得太多次，而且犯嘅錯又係次次關鍵嘅話，咁樣被千夫所指，成為千古罪人嘅結果都好難避免得到啦。2022年，美斯成功帶領阿根廷捧走世界盃，眾望所歸，登基做球王。雖然希古恩當屆冇入選，但相信佢應該係全世界最開心嘅人啦，因為美斯嘅支持者終於都唔會再追擊佢啊嘛。今集嚟到呢度就推介完場啦，感謝收睇嘅各位同埋我嘅會員波友，我係 R 波叔，我哋下集再見。